幅畫叫港味情懷麥芽糖餅，作品以水墨加彩繪手法畫出兩塊香港經典懷舊小食麥芽糖餅，餅乾表面烤得金黃，仲有焦香紋路，好味意志配合紅藍線條背景，充滿街頭小食獨有嘅熱鬧氣氛。藝術媒介上，我用毛筆勾出餅嘅形狀，再用水彩演出餅乾鬆脆嘅口感。作品想表達嘅正向價值觀係愛護傳統同傳承。呢款餅食見證幾代港人成長，畫佢出嚟係希望大家都愛惜呢份獨有嘅本地味道，將舊日嘅溫暖同情懷一代代傳落去。多謝。